各位親愛的鄉親，大家好！又到來聽堂的時間呢。我是今日要教大家運動的大 A 老師。今日我要教大家係居家有氧的動作哦。居家有氧運動可以提高你的心臟還有肺部訓練的功能哦。等下大家就聽在線上，向下來運動哦。做運動前，我哋要大家要向下來做，可以用你眼神一起來的動作哦。等下就聽在線上，向下來暖身。你第一個動作，原地踏步。我記得你的腳趾頭，然後腳趾要向前面。你的腳趾頭要變強鬆。你的兩隻手要壓得，兩隻手到你腰圍旁邊左右的搖動。你有好不好嘛？你兩隻手可以慢慢的讓動作變較大起來。你可以讓你的大腳臂再個卡卡口袋位。注意調整體格的頭氣哦。你要來加上你的肩頭，慢慢的向後直前。你可以往高方向，讓你的肩頭向前直前。就會剛好，你再來到原地踏步。再好好的調整體格的頭氣哦。第二隻可以讓你熱身的動作，就係到你的左右踏步。你的腳趾頭，然後腳趾要向前面，兩隻手向後搖動之後記得體格的頭氣哦。可以慢慢的用你的屁股吸氣，用再慢慢的吐氣。你要加上你的肩頭，慢慢的向後直前。記得你的同手同腳哦。你慢慢的讓你的手離較太前一些嘞。就會剛好，還可以嘛？你讓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老手，比較細輕的位，再到你的肩頭直前之後，你大家慢慢的再來到原地踏步，調整體格的頭氣，你再過一擺哦，大家加油，兩隻手向下前後的搖動。加上你的肩頭直前，再試吧。左右踏步，加上你的肩頭同樣向後直前，然後你的手慢慢的卡到口袋位，然後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注意體格的頭氣哦，慢慢的讓你的手離較細前的位，再讓你的肩頭直前之後，再來4刀、2刀，前後1刀，再來到原地踏步。大家要讓你體格身體熱起來嘛。你走了，前後1擺好嗎？加油哦！兩隻手，你的肩頭直前，再試到前後1擺，左右踏步，肩頭直前，用手卡起來，你向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，跌較細前的位，到你的肩頭直前之後，你再來到原地踏步。大家好好的調整體格的頭氣哦。
安尼大家可以兩隻手打開來，兩隻手慢慢的變下來，安尼慢慢的屁股可以接起，用再吐氣，再個2擺，慢慢的吐氣，安尼輕後1擺，慢慢的吐氣。安尼就大家我向下來做做運動了。今日要教大家係拳擊有氧，我教大家做體脂的部分，做腳的動作我較多。故說你的核心肌群當重要哦，都隨天要數很來，大家天天聽上向下做哦。安尼準備，安尼可以體隻動作，做抬膝。安尼的體脂降強度，就會從抬膝開始。安尼幫腳試試看呢。你要向前面抬膝，你的腳趾頭要向前面，你做得冇？你原地踏步哦，再過來1擺，你老速度，不要看慢點位。你的抬膝，原地踏步，還有抬膝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抬膝，都是數很來哦。你要加上你的體脂了，抬膝，體脂，原地，繼續抬膝，體脂，在原地，繼續抬膝，還有體脂，大家好不好嘛？你要慢片哦。拍子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繼續，再加1擺。我加上你的體脂咯，體脂，抬膝，體脂，你繼續抬膝，體脂，再加1擺，抬膝，體脂，你睇夠好唔好嘛？你到中間調整體格頭氣，加下前體脂。接下來你要搞的是旁邊體脂，側踢腿，準備要先到旁邊的抬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繼續，再加1擺哦。你要加上把腳踢出去咯，中間休息一下，再來抬膝，踢腳。中間休息一下，繼續抬膝、踢腳。中間休息，再1擺抬膝、踢腳。你做得嘛？慢片哦，抬膝，抬膝之後，還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4，再1擺。3、4，我加踢腳了，踢腳。中間休息一下，繼續抬膝踢腳。中間休息一下，加油哦！抬膝踢腳。中間休息都是數很來哦。抬膝踢腳，中間數很來。OK， 不用輕鬆，調整體格的頭氣，都是要數很來。我找到體格的平衡哦。你準備到前踢。開始，走咯，較加一些嘞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加踢腳了，踢腳，休息，再加1擺，開始，踢腳，休息，再過來，開始，踢腳，休息。前後1度，抬膝，踢腳，休息。慢慢的，我往過另外一邊哦，再調整體格頭氣，都是數很來。準備好了，抬膝。嘿，1、2、3、4，有吃到較強嗎？還有哦，再加1擺。我加踢腳了，抬膝，踢腳，休息一下。準備好了，抬膝，踢腳，加油哦！繼續抬膝，
踢腳，休息，再加一擺，開始，踢腳，你要到中間來，再度調整體格跳起，準備好了，你要旁邊，繼續1、2、3、4，嘿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，1、2、3、4。你要加踢腳了，踢腳，休息一下，開始，踢腳，中間休息。你完片了，開始，拍子1、2、3、4，開始加踢腳，踢腳，中間休息。你再加一擺，開始，踢腳，還有哦，開始。踢腳，中間，前後一道，開始，踢腳，中間，再來呢到中間，慢慢的不用強鬆，大家慢慢的喘氣，調整體格跳起，肚子還好舒很來哦，慢慢的到你的原地踏步，慢慢的手打開來，記得慢慢的。再不用看慢點位，兩隻手打開來，再加一刀，慢慢的跳起。剛下教的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嗎？等一下再停停先生，繼續做下去哦。今日要教大家係拳擊有氧，拳擊有氧可以強化你的心肺功能，輕鬆又會行開，訓練到你的核心肌群，你的肚子要舒很來哦。但係大家停停先生強下來運動，大家兩隻腳打開來，你的腳趾頭要不用強鬆，兩隻手壓定到你的最老屁股的高度，你的肩頭要不用強鬆哦，你慢慢的讓一隻腳到前面，沒強用前後會有痛，大家做調整好體格跳起。準備到你的體再打出拳哦，先慢呢，你拳頭的高度，讓你的肩頭差不多高，你有學會嗎？你準備卡腳的位哦，你繼續，你彎到雙腳拳。你用腳一片的力量，讓你的手向上舉起來，肚子要豎很來哦。注意咯，你肚子豎很，前面後背，用你的背囊一點點的拱起來，肚子豎很來嘛。左腳拳，右腳拳。記得你的手掌，打到差不多你的面，讓你講的高度哦。到中間不用強鬆一下，你要重新再一擺，老師再動作，雙臉都向好。你睇得見我4、3、2、1。雙腳拳，注意咯，肚子要豎很來，體格跳起，左腳拳，右腳拳，不用強鬆，前後有痛，腳趾頭不用強鬆嘛，要有彈性哦，慢慢的轉到前面，你要準備彎腳哦。繼續，躺在你的音樂，還有4、3、2、1，可以嗎？你要加腳的位，我準備了雙腳拳，
肚子的力量，你肩頭的力量，身體的力量，給我加起來哦。注意咯，你要肚子縮下來，大家要調整自己的頭氣。左腳腳，右腳腳，舒張卡起來哦。到中間，前後，慢慢的搖動。你要拿四隻動作，向下加起來哦，加油！向下來。雙腳拳，注意咯，你前面後背都是縮下來，腳趾頭不用放鬆。左腳拳，右腳拳，剛好中間不用放鬆，調整自己的頭氣哦，慢慢的到中間，你再彎腳，大家加油哦！動作從頭開始哦 ，Go！ 雙腳拳，肚子縮下來，左腳拳，右腳拳，中間不用放鬆，你再加彎片，準備好咯，側拳。雙腳拳，注意咯，前面後背都是縮下來。左腳拳，右腳拳，中間不用放鬆，大家後背的嘛。有沒有好好調整自己的頭氣呢？你中間要結束，慢慢的調整你的頭氣哦。再來4、3、2、1，慢慢的原地踏步。記得鼻孔吸氣，再吐氣，再不用看慢點位，兩隻手打開來，慢慢的打開來。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你再加一擺。做運動過後，要到大家向下來做，可以用你的眼神不用放鬆的動作哦。你第一個動作可以讓你的兩隻腳打開來，用你的腳趾頭，然後你的腳趾向前面，用你的一隻手卡高。你的手呢，可以去靠近你的耳弓，用你的手指向上面。另外一隻手到你的腰的旁邊，不用等。大家要慢慢的吸氣，吐氣的時間，你慢慢的身體向旁邊。你要存等你的側腰肌群。記得慢慢的吸氣，用你的手卡在高低位，慢慢的吐氣，用你的身體慢慢的帶轉來，手不用下來。你要準備換另外一邊哦，用你的手卡高，去靠近你的耳弓，手指指到上面，一隻手愛到你腰圍旁邊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到你身體的旁邊，伸展到人家的位側腰肌群哦，用你的手來看眼的位，一直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用你的手慢慢的打開來，你再多加一擺，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慢慢的吸氣，手來較長的位，吐氣，用你的手帶轉來，你彎片，慢慢的吸氣，身體要向上面，吐氣向旁邊，慢慢的吸氣，手來較長的位，吐氣，用你的手打開來。第二隻，你的動作，你要同手同腳，讓你的一隻腳舉起來，向後舉起來，牽到你體嘅平衡，你的手慢慢的打開來，
我記得你的腳趾頭可以向你體內的方向。也在動作呢，可以去順到你的大腿前側，太腳臂前面的股四頭肌。我記得起蹬的腳要保持有彈性哦。你再停留一下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氣。你手不用腳不用好了，手不用好了，不用強鬆。你準備完片，你同手同腳舉起來，到你的手的後背，腳要卡穩來哦。以及手要尋到你的平衡。你都冇卡，要找到體架平衡。你的重批，你可以去尋到你冇卡走嘅，卡穩的走嘅，你可以撐等你的走嘅，讓你體架找到體架的平衡哦，你較安全哦。慢慢的再落腳變下來，你再個加一擺，往另外一隻腳舉起來，順等你抬腳臂前面的股四頭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氣，剛好你落腳變下來，準備往到另外一邊。記得咯，冇卡可以撐到你的較安全的走嘅，找到體架的平衡哦。你的腳趾頭要向體內的方向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做位當好，第三隻動作，讓你的腳到前面，腳舉起來，兩隻手插到腰的旁邊，讓你的起蹬的腳一點點的彎，讓你的手部向後背翹起來，讓你的眼神。慢慢的略的向前，讓手部翹起來，腳趾舉起來，可以順帶你抬腳臂後背的腿後肩肌群哦。兩隻手咪可以放到你的抬腳臂的上面，一直慢慢的吐氣，慢慢的吐氣哦。你向下落腳順轉了，你往另外一隻腳向前面舉起來，起蹬的腳，慢慢的略的保持有彈性。兩隻手插得，讓你的手部向後背，身體略的向前。記得你的腳趾要盡量舉起來哦，這樣可以去伸展到你的腿後肩肌群。再停留一陣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做位當好，你落腳順轉來，兩隻腳慢慢的變強鬆。你可以兩隻手慢慢的打開來，慢慢的吐氣。你的腳趾頭可以變強鬆，再一度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輕喝一擺，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今日教大家的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嗎？我記得當日做停停先生向下來運動哦，你眼眼神同精神慢慢進來進好，聽懂，下擺見。